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15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，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，凤凰网财经报道，还有其他的媒体都报道，这个万科 A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00至120亿。万科回应上半年亏损，这个万科 A 公告预计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00亿到120亿元，扣非后的净利润亏损95亿到115亿元，每股收益就是亏损8毛4到1块之间。那亏损的原因是什么？业绩亏损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结算规模下降，毛利率低位徘徊，新增计提资产减值，以及部分大宗资产交易和股权交易价格低于账面值。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金额691亿元，回款率超过100%，大宗交易签约金额64亿元，通过存量盘活回款57亿元，新增获取项目3个，经营服务类业务保持增长。亏损的原因大家都知道，一个是开发项目结算规模下降，说明他房子卖少了，上半年销售金额691亿，合着一个月才100亿，那这个跟2017年、2018年那是没法比。这个他火的时候，一个月就卖700亿，你现在半年才卖700亿，这什么概念？想一想就知道他过不去。这个回款率超过100%，这个好理解，只有开发商欠别人的钱，别人还能欠开发商的钱吗？它的亏损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毛利低位徘徊，那就是反映出它降价卖房子。新增计提资产减值，那就是它有很多项目贬值了，就是手上持有的物业还没有卖出去的、抵押出去的这些项目，它要计提资产减值。那本来这个项目的账面是3万1平米，一共10万平米，那就是值30亿。你现在你只有2万1平米了，那你就账面只有20亿，在计提减值，所以说你这一下就亏10个亿。这举个例子，大宗资产交易和股权交易价格低于账面值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？万科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3年前，它不是增持吗？17块钱的价格增持的，我的印象里，前不久是6块多钱卖的，17块增持，6块卖，你说它亏多少钱？这个也是导致它亏损的原因。万科在公告中说，公司对业绩亏损深表歉意，接下来将全力以赴推进经营改善，通过战略聚焦、经营提振、管理提升、科技赋能、融合发展等措施，推动业务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。这个怎么说？万科当务之急是要还那些债，要到期的债，靠它自身那是不可能的。它一个月才卖100亿，但是它还在亏损，也就是它经营性现金流恐怕是负的，所以它只能靠融资，也就是靠借钱。你那就是看你大股东深圳地铁，你还后面接着借钱，否则它解决不了。那就看深圳地铁还能借多少钱。我记得万科去年亏了400亿，对吧？照这个趋势下去，今年又是几百亿，所以万科这个雷有没有可能不爆？也就是能不能救得过来？打个大问号啊！有没有救的必要？我也觉得打个问号。这么亏，明年你怎么让它盈利呢？或者不亏？大家知道，上市公司连续3年亏损，它也要退市。今年亏损是大概率事件，明年也就是刚才万科说的导致它亏损的几个原因都还存在。你说它明年房子就能卖得多吗？明年房子的毛利率能涨吗？它明年的房子毛利率涨是今年或者去年，它这个项目结算都是结算前面的。总之，导致它去年和今年亏损的因素都还在。万科这盘菜反复加热，过去3年靠甩卖资产、拖延结算、向大股东借款，把这个活下去演成了拖延术。现在毛利率也贴着地板，也就是微利，简直像雪球越滚越大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最主要的是韭菜现在不相信了，韭菜已经不再迷信万科品质。买房的时候，韭菜是看能不能顺利交房，而金融机构也不再看你的所谓的3好学生了。这金融机构借钱，他只盯你的现金流，看你能不能还得起。所以万科他已经没有办法从银行的借钱了，他只能跟大股东借啊。规模曾经是护城河，
现在成了堰塞湖。大股东的这种强力输血，恐怕也只能滚一时。输血你也很难让它造血。房地产这个时代过去了，高歌猛进的时代过去了，这个市场不需要这些庞然大物了。我们看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这个1到6月房地产的运行情况。中国官方发布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6月新房销售环比降幅扩大，同比降幅继续收窄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7月15号在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中国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.3%， 降幅比上月扩大 0.1个百分点。2、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下降 0.2% 和 0.3%， 降幅均与上月相同。数据也显示，中国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.4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3个百分点。2、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3% 和 4.6%， 降幅分别收窄 0.5个百分点和 0.3个百分点。这个路透社根据中国统计局最新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，中国新房销售自2023年5月以来未见增长。中国6月新房销售为8个月来最大。售价、销售面积，你看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，1到6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4.59 亿平米，同比下降 3.5%。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15个百分点，比去年全年收窄9个百分点。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3.7%。1到6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4.42 万亿，同比下降 5.5%，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5.2%。也就是这个根据统计局的说法，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都在下降，双双下降。房地产筑底还需要一个过程。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，他这是这么说的：共有56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指数环比下降，14个城市环比上涨，其中上海、长沙涨幅为 0.4%， 领涨；宁波、湛江涨幅 0.3%， 而南京以跌幅 1% 领跌。二手住宅方面，一个城市环比上涨，环比下跌的城市有69个。就是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环比都是下降，只有一个是上涨。西宁以涨幅 0.1% 领涨，也就是说，这70个大中城市只有西宁的二手房涨了 0.1%， 剩下的69个城市都是在下降。这环比，西宁二手房逆势上涨，这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，咱也不管它了。它是不是5月份跌得太狠了？何德何能？西宁高原上面居然一枝独秀，逆势上涨，会不会有人跑那儿买房？就在那儿避暑，所以国家统计局说要以更大力度来推进房地产止跌回稳。证券时报报道说，7月15号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今年以来，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要求，因城施策，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。从统计数据来看，相关措施成效明显，房地产总体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。迈进就说明还没到嘛？是不是这么理解？就是假如止跌回稳是个结果，是终点站，那我们再朝那个迈进，那就说明还没到止跌回稳。不知道这么解释是不是片面？是不是叫什么断章取义？它具体表现包括商品房销售降幅收窄，1、2、3线城市商品房价格虽然有所波动，但总体降幅得有所收窄。房地产市场资金的来源有所改善，房地产企业化债工作有序推进。房地产库存连续4个月减少。盛来运强调，要看到目前房地产销售面积和价格同比还都在下降。人家说实话了，销售面积和价格同比还都在下降，环比也在降。所以他说，房地产筑底转型是一个过程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要以更大力度来推进房地产止跌回稳。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统计局羞羞答答的承认了房地产止跌回稳，还在努力中，也就是说房地产还没有止跌回稳。那些房吹恐怕又要失望了，这是官方数字，官方承认的。那些炒房的那些房吹天天做梦想着要财富自由，不劳而获，买2套房、3套房、5套房，那就不劳而获啊，还想着炒房。实际上7月份这楼市比6月份
好像还要惨。7月份已经过了2周了，各大一线城市二手住宅网签量是显著下降，已经明显的跌破周度荣枯线。你比如说今天有自媒体公布说，上海二手房房价连续2个月大跌，老破大遭遇暴击。今天有这个媒体报道，叫大和财立方报道说，2家房企恶意逃欠税被查，最高涉及税款超1亿元。记者15日从税务部门获悉，浙江、大连2地税务部门当日公布2起房地产企业恶意逃避缴纳欠税案件，其中一家涉案房企欠缴税费超1亿元。从通报内容看，天台茂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2022年6月以来累计产生欠税1亿067万元。大连集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2019年12月以来累计产生欠税3616万元。上述2家涉案房企不仅欠税金额大，在税务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追缴欠税期间，还通过各种手段恶意逃避缴纳欠税。怎么说？按章纳税、依法纳税，这是必须的。浙江、大连2地税务部门已将2家房企的违法线索移送当地公安机关，公安机关依法依规对企业涉嫌逃避追缴欠税行为予以立案。目前，天台茂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缴纳5500万元欠税，大连捷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缴纳2480万欠税。这2家公司剩余欠税，税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追缴中。一方面，这个房企应该依法纳税，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房企恐怕资金真的是非常困难，资金周转。你看暴雷房企那么多，但是在房企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税务机关征税集税的力度显然是加大了，那就说明政府也缺钱呢。你房企缺钱，政府难道不缺钱吗？所以说来说去都是缺钱，每个环节都缺钱。虽然说缺钱，我今天看一个媒体报道说，广州一小区3年给业主发钱2次。7月12号，广州市荔湾区裕兴苑小区召开业主管理费返还大会，向全体业主发放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共10个月的管理费，返还金额最多的业主喜获近2100元，最少的业主也收获600多元。早在2023年中，裕兴苑业委会就将小区近20万元的公共收益返还给业主，当时返还8个月的物业管理费，多的有1500元，少的有500元。这次是第2次给业主返还物业管理费。你看，同样是物业，有的物业就是只知道收钱，没有服务，或者服务非常差。你看这个物业，你看不仅还给业主返还物业费，这次拿到了1009元，很开心。一业主告诉记者，那这个小区为什么能做到给业主连续2次返还这个物业费呢？这个得益于业主自治，业委会管理有方，3年内发放了2次管理费。就我在想，现在就业这么难，每个小区都有大量的人失业在家，那这些小区能不能把这失业的人自愿自发联合起来，来对这个小区进行自治，把物业公司给他炒掉，解聘，这样既能让这些失业的人有工作，还能省下物业费，还能帮业主省钱，弄得好还能给业主分钱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一举多得。我们再看媒体报道说，这个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公布数据显示，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.8%， 增速较前值放缓 1.6个百分点。其中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.8%， 增速放缓 2.2个百分点。从更能体现趋势的季调后环比看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下降 0.16%， 低于前值 0.85个百分点。2024年5月以来首次为负，就是大家记住了，6月份还有一个618大促，完了之后各种国补贴，怎么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下降呢？这消费真的是刺激不动。社零同比增速处于市场预期的下限。财新传媒对15家国内外机构调查显示，受访经济学家对社零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5.5%， 预测区间为 4.8% 到 6.5%。按消费类型分，6月
餐饮收入增速放缓，幅度明显大于商品零售。6月餐饮收入同比增速大幅下行5个百分点至 0.9%， 为2023年以来新低。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同比已经转负下降 0.4%， 商品零售同比增速下行 1.2个百分点至 5.3%， 仍体现出一定韧性。近期房地产销售转弱，住房相关消费修复速度放缓。6月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消费同比增速收窄 4.8个百分点至 1%。 但同时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沈来运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他又说，他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2%， 是一大亮点。接下来消费政策还会继续加力，有关方面已经对外宣布，下半年刺激消费补贴政策已经在陆续出台，各地也会继续出台相关措施促消费。总之，消费这个社零这个增速不及预期，但是这个统计局副局长也说这是一大亮点，确实云里雾里的，不太好理解。关于消费，一般的暑期旅游通常也被报道这个来证明暑期的游客增加，是吧？国内消费是不是有所增长？我们看看，这有个 UP 主是做张家界旅游的，他发了个视频，问旅游旺季张家界怎么就没有人了？往年人山人海的游客去哪儿了？大家看视频。今年张家界的游客不知道怎么了，比往年少很多。今天是我们的7月12号，大概是在11点钟。往年这个时候排队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吧。你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在 B 线，都不排队。现在是11点钟左右，我们来看一下 A 线。然后 B 线不排队也就算了 ，A 线也不排队。你可以看一下 A 线的游客，这个地方大概就只有几个团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往年这个 A 线排队大概是需要2个小时左右，现在不排队，你们也不排队，这游客去哪里了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是还没到达张家界呢，还是说在来的路上？然后同时呢，我们天门山景区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性化的景点啊！我要告诉大家，你看排队吧，这个外面就是没有空调，但是给大家安排了大的电风扇，这电风扇里面还可以喷那个水啊，能够降温。里面呢也有空调，外面排队大概也就是20分钟、半个小时没空调，里面排队1个多小时是有空调的。同时呢，景区还给大家安排了座位，里面外面都有座位，也就是说您可以坐着排队。所以说今年来张家界，您的体验感其实是非常好的。可能和张家界的天气预报有关，我觉得我们张家界旅游业做不好和天气预报有很大的关系。从6月15号到未来的一段时间，全部报的有雨。但是作为一个在张家界这么多年的旅游人来说，张家界的下雨真不准呐，10到8不准啊，基本上要下也是晚上下。你看连续暴雨，但是天气外面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，包括山顶上的温度，现在受到台风的影响，温度大概山顶上就只有20度，山脚下我们现在11点钟，山脚下也就是31、2度左右，温度相差的有一个8到10度左右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是担心天气，真不用担心，张家界绝对值得您来，风景也很快，人也很少，你不用担心太多的排队问题。如果你想来玩张家界的朋友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有什么问题大家欢迎留言给我，好不好？人去哪儿了？或许太热，大家都不想出去旅游，所以从这儿也能看出经济形势，是吧？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数据去感受这些，我们要通过这些政策，通过现象感受经济到底怎么样了。你比如说，昨天有媒体报道，财联社报道说，广东东莞说激活夜间消费动能，对酒吧、娱乐场所的驻唱、驻演等营业性演出活动实施应批尽批便利化审批。财联社7月14日电，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14日发布《东莞市促进消费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，其中提出丰富文旅消费场景，加强文化场馆建设，鼓励兴办特色剧场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文创商店，打造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潮玩原创 IP。下面说，支持草莓音乐节品牌化运营，加大大型演唱会等高端演艺项目招引力度，激活夜间消费动能，对酒吧、娱乐场所的驻唱、驻演等营业性演出活动实施应批尽批便利化审批。
统筹传统剧场与新型演艺空间，引进举办票价亲民、类型多元的夜间演出。东莞也就是要搞活夜间娱乐经济，应批尽批，便利化审批。如果别的城市这么搞，恐怕也没什么。但是东莞把这政策一出之后，网上一片议论，大家引起网友的热议。为什么？因为东莞在10多年前那是很厉害的，众所周知。正因为东莞有曾经的这样的历史，他现在他居然又提出激活夜间消费动能，对酒吧、娱乐场所的驻唱、驻演应批尽批。这给人感觉想象空间，就感觉这要东莞要干什么？要走老路了是吗？是不是经济不行了？没有办法，也要发扬光大管事服务。实际上这些政策出台，都说明这个地方经济形势不太好，得想尽一切办法来激活当地经济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，这个房地产它怎么止跌回稳？7月份、8月份，如果没有这个更大力度的政策出台，那很有可能要加速下跌。当然，如果要出台一些大的有力度的政策，那可能会稳住一阵子，就像去年9月份出台政策一样，稳个2、3个月，后面就要加速下跌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